着心变乌，风若咧吹，树尾莫摇。情若无心，糖水变做苦。爱若用纸糊，袂堪的一阵的西北风。爱甲这呢凶，是啥人来怨妒？行到无退路，是啥人会苦楚？心若不是安怎来教我？酒哪会解愁？哪会愈啉愈糊涂？一句话，一句伤，一句伤，一句香，将厝找转鸳鸯路。无缘两你啊，将阮的爱对落土。我也不想唱这个时代，因为我在前2次我在写台语歌的时候，第一个我不希望把台湾歌以前那个悲情带进来。那个所谓的悲情是什么？就是比如说，那个悲情呢，就是比如说，雨也无看心顶的，冷风对面吹，这种靠调的嘻哈调。所以我个人比较不喜欢，当然这些东西不是它不好不是讲伊无好传统的声才好，但是就是讲，伊有可能甲迄个时代稳定那个当时台湾的民情，台湾是很悲惨的一个岛国从这个荷兰人到郑成功，到日本人，到蒋中正，到民进党，其实它是一个悲惨的地方。台湾的歌曲的演化跟日本的流行歌曲有很大的关联性，它比不过就关联性当时因为高压的统治之下，所以呢做出来的歌都很悲情。那我的概念是，台语歌不见得要悲情，它不一定要是这个结果，所以我通常就比较写的比较健康一点点。像我待会要介绍这2首歌呢，我们先来看看它歌词的内容到底我在表达男生跟女生对唱的时候，我设定的角度是什么。因为有很多的对唱歌唱完了，唔知你在唱啥，比如讲大家都黑白道，这样，刚好阿文得啦，艺术讲到尾拢赶快，它没有起承转合，也没有设定角色的问题，也没有场景的问题。那我是希望台语歌能够像华语歌一样很进步，像现代诗一样，有一寡情景，有一寡咱现代的社会的写实的状况在里面，甚至于呢，它比较能够说明现代人的生活状态。那它必须要有场景。我们先来看比如咱这边来讲，咱先来看，咱看来听这条歌好啦。咱听了会进入到那个歌曲的状况里面。这条歌其实我开始写的时候，伊叫做徛同齐，伊毋是叫做做阵杯。做阵杯是要唱片公司改，我叫做徛同齐。为什么叫做徛同齐这样？因为我听到一句话，就是说，什么叫做幸福？什么叫做幸福？幸福就是2个人徛同齐，看同一个方向。微笑的，那叫做幸福，有没有？同学有没有？如果你跟你老婆站在海边，看到同一个方向，日出的方向，一尊掏出来，这个叫做幸福嘛。如果你站在这个地方，你看这个角度，你老婆看那个方向，你老婆你看山顶，你看海，迄足水，迄足水，迄个南辕北辙，迄两个玩家啊对了，迄个无幸福。所以我那个时候写徛同齐，要讲一个幸福的故事。这就是我当时要创作这个的时候的一进来的理念。但是呢，我们经常听到男生跟女生对唱的时候会有个情景通常咱较早的故事较早的故事是迄查甫的离开故乡有无去拍片，查某的伫故乡的公公仔等有无？都是这样。有没有这个经验？
你过去听到的歌词大概都是这样嘛，男生要出来去打拼啊，对不对？我回来故乡，你唔想我弟兄无安怎安怎不，拢是安尼嘛。但是现在这个现象哦，现在这个社会男生没有用了，我想小啊那个，录用，我真的讲是真的啊，对不对？现在的女生赚钱比男生快啊，而且女生的决策力比男生快，对不对？而且女生对这个社会的贡献度不会比男生差，对不对？赞同的请举手。女生都嘛举手，你不赞同吗？啊，对了，只要是女生都会赞同我的论点，对不对？如果我们这个情节把它改换过来，就是说，这个男生，啊，你说我吗？要这样吗？你要给我摆 pose 再搞他共鸣啊，就是如果我们把这个角色对调过来，女生才是那个经营者。女生才是这个社会的中间分子的时候，我当现在女生的前途比男生好，你会觉得女生对外靠对假头路的新闻，有当下比查甫的较好。所以我把这个角色对调过来，就说第一句话我就讲了，就是我在等你说留下吧，不要走，你只是低着头抿着嘴，什么都不说。为什么？因为我早回那个我要出来去拍片，我你嘴蛋话对不对？但是我还是不太想要走啊，因为你只要把我留下来，你只要说，你留下吧，你不要去，我就会留下来。女生通常都有这种温柔的心，但是如果是查甫的讲，你别搞我差别出来拍拼，有无？迄角度无同款哦，角度是不一样的哦。女生会讲这样的话，男生不一定会讲这样的话。男生会说，你搞我老我卖去，我卖去拍拼，无可能。查甫是事业第一嘛。哦，所以那个角度是不一样的。所以第一句话进来的时候，他唱华语的时候就告诉男生说：“我立马给他留着，我能卖出去拍片，我可以留下来嫁给你，有没有？”女生会有这样的心态哦，就是说我可以为了男人什么都不要，但男生不一定哦。哦，男生只要是我要的，我什么都可以不要，不是吗？哦，所以当他讲这个的时候，但是男生就知道他的能力不好啊，所以我就想说。我要想要互你去啊，但是我也想要甲你留来，可是我唔敢讲，我能力没有比你好，我能力没有比你好，所以我才会说，我要安怎互你了解我心中的无奈，想要甲你留，又惊耽误你的前途，我把你留下来，你的前途都不见了。那我还是希望你飞黄腾达。男生，好，接下来女生就说，我要怎么说，我也舍不得，难分有难舍，亲爱的，我该怎么做？我到底要留下来还是要走？举棋不定的时候，男生就要帮他下决定嘛。男生要帮他下决定，说相信千里，咱嘛会相会，请你放心，你做你去陪我去，我才等你。所以这是男生在下决定嘛，对不对？好，接下来副歌了。真心的爱若天地，爱你的心就袂改变。伊在成功，咱才个当初是咱才个徛同齐，后来唱片公司把它改成咱才个做阵杯，就等到你成功了。你回来找我的时候，我带着你一起分享。那这个就是一个结论。所以一个词曲里面，我们要知道说他到底是什么心态。所以他在唱歌的时候，他会有表情，他就会有所谓的表情在里面。你知道这个故事的背景之后，你在唱这首歌，你就会把你的想象空间设定在你是那一个想要出去追的女生，你的男朋友是那个没有能力我现在老用黑怎么啦？有没有？你看哦，邵大人在唱这个地方的时候比较低哦，很低哦，很低迷哦，非常的声音压得很低，因为他是没有自信的。等到他帮他做决定的时候说，相信前提咱买的小会，请你放心去陪他已经下决定了，所以他的唱歌的表情就不一样了。有没有感觉到？没有感觉到？等一下我们来听歌曲就感觉到。那刚才听原曲，你就感觉到他在唱歌的表情是有层次的，它是有层次的。所以我们现在听这首歌叫做。做点播，好不好？好来，我们可以用那个播放系统播音乐吗？我要怎么说？我也是舍不得那份原来是亲爱的，我该怎么做？相信不会，从你来了的胸。
贡献度可能有不太一样。那现在有新的思维逻辑，所以不见得是男生讲话说了算，女生也可以讲话说了算，通常是这样嘛所以我讲了嘛，你想大，等于讲跟你对了对了，哇，这个是好，来，那接下来讲的另外一条这首歌呢也是我们讲说在民视第6台民视的8点档连续剧里面，打了120天的这首歌叫做《点心的花》。那么《点心的花》呢，其实一开始也不叫《点心的花》，一开始这首歌呢，我给它定的歌名是“我爱你爱我”，我爱你爱我。当时我的歌名叫做“我爱你爱我”，其实它是比较老实的，它也是比较华语类型的歌名。后来变成《点心的花》也是唱片公司的意见，有没有比较 low 好，当时我觉得我爱你爱我，为什么？因为是，我们都认为爱情这个事情呢，是我付出多少，我就应该回收多少，但不一定。可是我希望我可以爱着你，你也要爱我。爱情的观念不是这样吗？可是那个付出已经在天平上撑不平了嘛，没有一件爱情是可以撑得平的。比如讲，我捌听过阮迄个较早古早人讲一句话叫做这个社会是安尼啦，翁仔某大是安尼啦，一定是一好配一歹，无迄个两好结相歹，若两好结相歹，天公就掠去抬。听有这意思无？听有这意思无？你讲爱情的这个里面一定是一个好的，一个不好。为什么一个好一个不好？因为你自认为自己很好。我对他付出多少，我多爱他，你知道吗？他都怎样，他都怎样，对方也这样讲啊。你唔相信我，今日甲你讲，我对讲我偌好，对偌好，安怎对偌安怎，碰甲变去。阮某去外口嘛讲，我对阮安偌好，对偌好，阮安怎，是不是几好配几败？在你的心里面，一定是你最好。但是我爱你，我在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是为什么？是因为男生有男生的角度，女生有女生的角度，对爱的看法不一样。我刚刚讲，女生会以老公为天嘛，用老公拿好的好啊，所以他会什么？他会要求全心全意对老公。可是老公会对什么？老公对事业。有10个人出面人，就讲事业好查某。你那就出面人，不是讲翁，就是讲囝，是吗？有没有例外？没有例外啦。有例外的那个是叫艺术。我们讲大部分人这样，我知道的社会是这样的，就一样，逐渐也不可能让大家都知道我都认识我，但大部分人喜欢我就好了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讲大部分就是82法则，80-20定律，只要80人承认你是对的，那就是对的。所以我们刚讲这80-20定律就是80%的人都是这样的。男生呢，就是为了前途去打拼嘛。所以呢，女生呢，为什么？女生是为了爱无怨无悔，所以是角度是不一样的角度是无同款的，生命角度是无同款，跟生命意义是无同款的。所以我在写这首词的时候，我希望是把这个男生跟女生的立场呢，男的跟女的立场表明得更清楚一点点，对于生活这件事情。所以我一开头男生唱就说，查甫人的歌，为情为爱。为前途拍拼，天经地道嘛，我要养家，对不对？10个人安尼讲嘛，我赚钱应该我饲某饲囝啊，是不是安尼讲？那么呢，顶天立地，为了成功的理想。那女生说，我10个人的爱，敢爱敢恨，甘愿无怨叹，真心真爱只为你一个，我就为了你而已嘛。可是男生为什么？男生为了事业，他的理由是我要养家活口，我要养儿养女。所以这两个目标是不一样的哦，两个对生命的看法不一样嘛。对不对？接下来女生讲说，其实我男生啊，在外面打拼很辛苦，你知道吗？你知不知道？因为呢，其实就脆弱呢，很脆弱，刚输赢的时候，虽然是笑笑的，可是我笑里藏刀呢，对不对？我也是爱讲拼输赢，你知不知？所以呢，其实我目屎是藏在心中，你知不知？其实是靠甲查某人迄个塞奶啦。我在外面真的很辛苦啦，喝酒也不是我愿意的，去上酒家也不是我愿意啊，是被逼的啦，对不对？我多喝这2杯酒也是被逼的，你不晓得我为了生意，你知道吗？很辛苦的，你知道我那个痛苦都藏在心里面，你知道吗？好，那这个是不是骗的？我不晓得哈。个人做点不人啊，对吧？过来女生讲说，如果你的异性其实要求就单纯的嘛，女生很单纯啊。为什么单纯？
我要的那种幸福只是很简单的安全感，你只要给我安全感就好了。有没有？女生有没有赞同？女生有没有赞同？赞同。啊，有人还在吃饭，他不赞同。我学姐，哦，脚不要说大来了。是不是讲女生就是幸福，她只是很简单的安全感，你给我这个安全感就好了。男生有没有这种想法？就是女生其实要你的安全感。可是我问你，安全感在哪里？安全感在哪里啊，大哥？喝酒不开车。好的。喝车不开酒嘞。喝酒不开车，没有说不能边开边喝啊，对不对？其实我跟你说，这个刚刚的安全感其实不简单，你知道吗？是不是非常？女生讲说，其实你只要给我安全感就好。哎，那我请问安全感是什么？有人觉得你给他 LV 皮包，他最安全了，对不对？对不对？女生最爱两种花嘛，一种是有钱花，一种是拼命花嘛，对不对？可是她也最怕两种花，一种花就是野花，老公有野花；第二种花是什么花？老眼昏花，老啊嘛哈。啊，我想去一罐花，这个会这样，无代无志杀掉黑白花。所以你看哦，这个安全感其实就是黑白花嘛。女生她只要讲什么就是安全感，她就是说这个事啊。你就是没有给安全感，那他有千百种的理由说他安全感嘛。可是男生你要应付这安全感其实不容易的，这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对不对？是不是这样？人就是这样嘛，你就是好了，我给你安全感，那到底什么是安全感？到现在目前这个是问号，我也问号，我也很大的问号。那我会问到，就是我要每个月给你5万块叫安全吗？还是我每个月给你10万块叫安全？叫做安全感。他不能用任何的方式去衡量安全感是什么。永久。就永久啊，每天给10万就安全感吗？安全感用你卖死就叫安全感，对吧？你卖先死就安全感啊。无迄款迄个哪面，迄条讲鸡啊对吧？有一日咱啊啦，找无人吃咱以后对吧？啊无换你先走，换我先走，无你带我先走，我卖走就好了。对不？所以那个安全感其实很难的啦，哦，所以他接的副歌就是我爱你爱我，没特别雅言华，就是你只要单纯的爱我就好，其实钱也不用多嘛。副歌进来就要讲结果了，就是说，其实你只要爱你爱我，你真心爱我就好了，你敢那个爱我就好了。然后呢，其实我不需要荣华，也不需要富贵。男生就讲我爱你爱我，好你无有无求的生活是我这个人嘛，那才是我的责任，我给你最大的安全感啊，对不？好过来说。我你心干嘛对你行？我对你付出有性命，咱的心人了解我，你是我人生的伴。所以它会是一种，其实它是一种很奥妙的状态。对，所以有时候是这样，你只要真心的付出，其实那个就对了，啊，那就对了。那我觉得这个在讲男生跟女生，其实我们在经营婚姻的时候，对安全感的这个指数的定论是什么？每个人的想法是什么？所以我只是把它写成这样的东西而已。如果你觉得这样的东西其实是讲你跟你的另一半的最大的问题的时候，那这首歌自然你会体会，因为至少我是这样的，好，所以我就会体会这个东西。那比如说现在进来这个，他就很没有礼貌，因为他是我儿子，现在才来。来，你坐叔叔那边，啊，坐阿飞那边。好，那呢，现在呢，我们来听这首歌，跟着点心的吧，麻烦大家播一下，再播一下。其实有时嘛是真脆弱，才会人中目屎红红藏心中。有人生，其实要求也是真单纯，幸福只是简单的安全感。
需求是什么？男生想的是什么？女生想的是什么？可能会陷入一点点对生活、生命的意义的思考。我希望台湾我是有安尼的思考的空间，那不要再去混到以前的那种情绪里面去。啊，它比较像这种歌，它比较写实。这两首歌都比较写实的，就是很反映现代社会的现象。那其实这两首歌我在写的时候，就是词曲一起写。就是当我在写这个词的时候，我曲已经进来，就是那个 melody 已经进来，好，所以我就边写边哼边写边哼，把它弄成一首歌，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完整的东西。后来修改是因为歌词的部分牵涉到一些悲情或者一些不舒服、不舒适。那个会不讲讲派，你生下就会创，上来生下就，讲较大，我大部分生下大要创啥？缘投嘛是缘投去用的，人讲迄对无？你老爸生啊，你生下老爸创？好，来。好，这首歌我们欣赏完了之后呢，我想我准备了另外一首歌。那这首歌其实叫做是接着这一首歌之后的8点2年去的李启外客串，但是没有在我这边的主题里面。那其实这首歌我弹了一下，因为我怕下个礼拜是不是还有这个时间？因为这个场地是我们报社这边的。如果下个礼拜有场地，我们再分享。但是这个时间点里面呢，我想再让大家听一下李启外客刷这首歌，袁小蝶这首歌，因为这首歌其实还蛮特别的。就这条歌其实是比我开始写歌的时候第3条、第4条的写的歌。当时我是为什么写这首歌的原因，是因为许孝顺大哥。好，来，咱继续听下去好不好？变一山又一山，一路风雨行到这，风向我头看，希望的云已经在山脚，起起落落，的海真温暖，人生认真过一半，沿途向前行，希望的船就会来靠我不惊，头前的乌影，因为有你靠伫背后，做我的靠山。一切只为你来打拼，无到最后，谁会知输赢？重点是我是坐在这位穿着格子这个运动衫的这位蔡老师。蔡老师其实是一个我很敬佩的一个台语创作的词曲的老师。8年前他因为写了一首歌叫做《高档酒》，到目前为止还在卡拉 OK 里面排行榜还算蛮高的一首歌。它有2个版本，一个独唱版本是傅振辉，另外一个是对唱版本是林珊跟翁丽。那后来因为某些事情，他就开始封笔，没有唱歌，没有再写歌了，然后他就卖水果去了。那我认识他之后，去年我们大概认识1年多了哈，我就为了想他说让他出来写歌，我大家拢去背荔枝歌，好就塞给他一个荔枝歌。那因为我觉得这个像我上个礼拜讲过，就是说，如果我培养一个词曲创作很厉害的人，他应该是我的对手，或者应该是我的敌人。可是我的心态比较不一样，我认为说台语歌要很多人来写。每个人不同的风貌，每个人有不同的领域。因为蔡老师的歌我达不到，但坦白说，我叫唱不动，坏他也达不到。就因为我们每个人的我感宽调啦，比如
内容想法都不一样。那如果有更多人来写更好的台语歌，也给更多人知道台语歌，也把这个台语的这个精神传承下去，那不是很好的事情是吧？那有更多更精英的人或更专业的人来做这件事情，让台语歌更澎湃，更让年轻人喜欢，更多的年轻人愿意接受台语歌，这才是我要做的事情，也是我的使命。所以我曾经在第一次在这边座谈的时候，我说，台语歌要发展给年轻人知道，或是给年轻人喜欢，它必须透过某些阶段，言语的传承、歌手的意愿，还有歌曲的现代化。我们拼命写，让更多人去唱台湾歌，更多大牌来唱台湾歌，台湾歌它就有发展。但首先要怎么样？作品要更坚强。所以像蔡老师这样的东西，蔡老师的本土化是我很欣赏的部分。本土跟抒情跟现代诗如果可以结合的话，幸运，那被看到也被知道，那我们还是持续努力在这一块创作这一块的领域就好。那因为今天是最后一次，所以我会想邀请一下刚刚那个我没有钱的那个作者叫蔡怀蔡老师，帮我们讲1、2句话。因为他伊足够的，所以可以讲2句话就好。我也讲足久，看咱10点仔就嘛课落去，因为有人要去看其他的课啊，你无讲伤久无？我也讲伤久，我就不是在按题，好不？好，蔡老师产生鼓励。你怎么就感觉？你真感动。你真到位咧，感谢朱建业老师吼，安尼才甲我推崇，感谢大家遮支持。我嘛毋知要讲啥，除了感谢，还是感谢，就是这样子，谢谢大家。最近蔡老师的产量很大。大概在这10几天里面，他大概产量有7、8首歌，因为他很用心在这一块。那我希望他更多发挥在这个功能上面，有更多的合作的状况。我都希望能够用词曲的我们所创造的这个价值，换回一点点生活的那种快乐，就是生活的平淡。我们都把我们的需求跟我们的生活的物欲都降得非常低。所以我们希望用这样的方式去换回那个一个创作者的尊严，跟换回一个创作者在这个领域里面的价值。这个价值是我们大家都要来。我经常讲，就是如果我今天不自爱，我今天不自助，老天也不会帮助我。所以现在所有歌手，尤其珍惜台湾这一块土地，跟珍惜台湾这个语言，希望咱大家等，讲会搞做会搞，等于甲恁的囝、甲恁的孙，麻烦就用台语来沟通。不要跟他说国语，因为国语交给学校去教就好。母语才是咱的尴尬。这个一定要记住。将来你现在的儿子、你的孙子，希望你拢用台语来沟通，不然这你事业语言就渐渐的保起来。咱这边路才是中国的教育。谢谢大家，今天到这边，谢谢大家，感恩大家4次来的帮忙，谢谢，谢谢。一句伤，一句伤，一句香，将厝找断，鸳鸯。